三更時，誰可留人到五更？大家一直以為係神怪說話，點知原來有科學根據㗎。其實係 DNA 要你3更死，誰可留人到5更？你條命有幾長？原來一早被自己嘅基因密碼寫死咗。頂級科學期刊 Science 最近出咗項新研究，以色列嘅科學家話，人類潛在壽命超過50%都由基因決定。簡單講，如果你基因設定咗80歲係上限，就算你日日健身、戒口戒到淨係食白粥，再多嘅努力都唔一定能活到100歲。仲有更誇張嘅，100歲老人嘅長壽體質，80%到100%都係基因遺傳㗎。所以話點解有啲家族代代都出長壽老人，原來係贏在起跑線嘅基因優勢。至於我哋普通人講嘅養生保養，科學家話影響其實好有限，頂多幫你調整正負5年嘅壽命咋。講到呢度，突然諗起句老話，而家改一改真係貼到爆。DNA 要你3更死，誰可留人到5更？不過大家都唔使灰心，呢個研究唔係話養生冇用，而係話要理性啲。基因係決定咗我哋壽命嘅基礎盤，但後天嘅健康生活唔單止可以守住呢個底線，仲可以提升我哋嘅生命質量。與其執着要活幾耐，不如係自己嘅基因框架入面活得健康啲、開心啲，唔使周身病痛，呢個先至最實際嘛。而家科學家都話會靠呢個研究開發基因靶向嘅抗衰老方法，將來或者有機會針對個人基因做定制化嘅養生方案。不過呢啲都係後話，而家最實際嘅係要少啲捱夜、少飲食亂嚟，係自己嘅 DNA 極限入面活出最好嘅狀態。